好，歡迎各位觀眾再次收睇我哋東周投資會啦。今日我哋繼續有 Dicky 黃德基啦，同埋分析大市嘅走勢，同埋解答觀眾嘅問題啊。阿 Dicky 啊，咁啊，我哋喂，好耐冇同你好耐冇見傾偈。係啊，你啱啱就去咗睇世界盃啦，咁啊睇完翻嚟係啦。咁啊，港股咧喺你飛走咗嗰段時間咧，就麻麻地，啱啱飛嗰陣時候，咁啊近一兩個星期咧，係啊，就好咗唔少啦。7月一翻嚟咧就有個翻身嘅機會啦，咁啊係咪翻身唔知啦，咁啊少翻身啦，暫時就咁啊。你覺得即係嚟緊港股係7月份係咪可以繼續啊？起碼我哋上望翻條50天線啦，大概25,000點嗰啲位有冇機會啊？呢個係我嘅睇法。嗱，其實咧就客觀嘅事實就係咁，即係放咗呢2-3個禮拜假就睇世界盃啦。咁啊，繼續密切住關切住呢一個即係北美嘅經濟狀況啊，呢一個即係美伊戰爭嘅局面啊，仲有咧就係個別嘅一啲零售商啦，即係 Amazon Prime 啦嚇，購物日啊咁樣。咁但係咧一翻到嚟香港咧，即係一個星期啦。咁我諗咧呢個禮拜咧，其實即係都叫做咧港股啦嚇，起碼就8個字就應驗咗，就係叫做否極泰來漸入佳境。咁事實上喺我自己嘅專欄，包括喺《星島日報》同頭條嘅專欄咧，又或者喺我其他嘅平台做節目咧，咁我都有講過㗎啦。就係我個人幾傾向相信咧，就係當個港股喺6月下旬跌到22,500開始反彈之後咧，呢個幾大機會係今年嘅低位嚟㗎啦。咁而第二點咧，就係我個人亦都相信5窮6絕7翻身，7月係會有個反彈嘅空間嘅。咁但係當然阿輝頭先都講咗個重點啦，就係咧喺7月咧呢一個嘅反彈裏邊咧，可能都係會有個過程同埋反覆。咁而第一個真係比較大嘅阻力位咧，咁就係啱啱頭先提到嘅50天線，而家咧就喺24,900，咁同埋咧就大概25,000嘅呢個位置，因為呢個位咧其實就係6月上旬個市係顯著下跌至24,000，跟住反彈翻去25,000嗰個阻力嚟嘅。咁所以還原基本步去翻呢個位置咧，又會一個阻力，咁可能就會形成一個小型嘅一個頭肩底嘅形態。咁往往去到個頸線咧，就阻力就會比較大。所以50天線咧，我覺得就差唔多啦。即係呢一轉嘅反彈，即係22,500彈到25,000咧，可能就真係未話過一段落。但可能就真係咧，暫時就去到呢個位置咧，就有待整固啊。咁啊喺過去嘅呢段好短嘅時間啦，我諗集中講翻我哋港股咧，有一個幾明顯嘅焦點，亦都係我過去呢2個禮拜以嚟好關心喺我報章專欄度。因為雖然放咗假啦，有啲節目，譬如話我哋東周投資會，因為都講緊多倫多凌晨4點時間，所以我就冇同阿輝做節目。咁但係有啲其他嘅電台電視台咧，因為早啲嗰啲咧，我都有做嘅。咁我諗講咗幾個關鍵點咧，就係第一就係其實而家大家都知㗎啦，就7月份咧就新股禁售期嘅解封嘅高峰期。咁而家大家都會見到啦，即係嗰個即係影響有幾大，就係話一路等禁售期嗰啲股份已經殺緊落嚟㗎啦。到禁售期一解封咧，其實個波動性係更加之大。咁甚至乎而家呢1秒鐘咧，大家會見到一個幾明顯嘅狀況，就係唔係淨係啲即係所謂解禁股擔心嗰啲基石投資者沽貨，喂，成件事都幾吊詭㗎喎。嗰啲上市公司咧就係咁敲門咧，就同嗰啲基石投資者講：喂，你哋沽唔沽貨啊？最好就唔好沽啦。咁嗱，唔沽貨嗰啲咧，我哋寫個名單出嚟，咁啊話俾大家聽，咁啊大家 happy 啦咁樣。咁咧就即係個個咧急不及待整個名單，就話呢啲基石投資者咧就話繼續咧樂意咧就係繼續睇好我哋嘅公司嘅前景，就唔會沽貨咁嘅意思啦。嗱，當然冇話白紙黑字嘅，又唔係寫合約。佢話暫時都睇好啫，聽日都可以沽㗎啦。呢1秒鐘冇話減持嘅可能性同呢一個嘅理由，佢下1秒就可以㗎啦。佢又唔係話真係延長個股份禁售期。咁但係嗱，邊商人一見到咧就接二連三啊，都唔係3啦，接二連3、4、5啊，即係求其 up 都有字譜啦，有今日 Minimax 啦，就係咧股份禁售期一解封咧，都未知道嗰啲機構投資者或者嗰啲基石投資者 Cornerstone Investor 沽唔沽貨都好，總之咧就氹啲基石投資者就唔好沽。但係嗱，邊商佢哋自己個個出嚟抽水喎。嗱，講緊咧抽水嘅原因咧，唔係又係嗰啲，又話點樣又要集資啊？字譜又話，哎呀，又要點樣同ASM 荷蘭光刻機嘅製造商咧，就買多啲咧呢個極紫外光嘅光刻機啊、設備啊咁樣。喂，咁呢啲唔係你上市嘅時間集資要做嘅嘢嚟嘅咩？你上完市半年又突然之間咁多融資需要嘅，咁當然係嗰句，咁市場有需求啊，食得起嘅。咁啊，正所謂
有錢唔通唔攞咩？何樂而不為啦咁所以咧形成一個狀態咧，就係話基石投資者沽貨已經係一道壓力，就一路等緊㗎啦。咁但係問題係一過咗禁售期之後咧，就見得到呢啲上市公司自己都係出嚟抽水，話 Minimax 就仲誇張，喂唔係淨係配股喎，喂可換股債都發埋，喂咁等錢使咩？上市半年㗎啫喎，咩事啊？即係令到我會覺得有個擔憂就係話，喂咁其實係咪即係話半年啲錢已經燒晒，或者已經燒到七七八八咧？咁啊睇資產負債表、損益表呢啲咧，又好似又未喎嗱。但係講真啦，你呢啲業績嘅啲嘢滯後㗎嘛，我點知佢今日使到使成點咧？係咪先？又唔係每日計住佢條數，咁所以咧，即係令到大家都有個不安嘅感覺，就係話，喂，咁你哋都好咩啫？上市半年就已經係咁瘋狂抽水，咁啊當咩啊？當股票或者當新股係提款機啊？即係個個嚟撳錢攞錢走嘅噃。咁所以咧，亦都係形成咗一個狀態，就係話好多呢啲半新股，尤其是一啲人工智能相關嘅大語言模型啊、PCB 啊、又或者係一啲嘅記憶體啊。GPU 啊，圖形處理器，喂，即係呢啲咁樣咧，就令到佢嘅股價咧都有個好大嘅壓力。嗱，當然啦，就如果你話再講落去咧，仲有啲可能又有圖式新聞啊咁樣啦，即係越講越複雜。但係最明顯嘅一個都幾無奈嘅現況就係話，唔好講多，淨係講隻 Minimax。咁當然啦，曾經咧去到過千元嘅時間，我就話已經係一個泡沫啦，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話以個市銷率嚟講。即係難聽啲講，仲貴過 SpaceX 大佬，即係去咗宇宙㗎啦，估值都。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冇止蝕，唔好話佢雙頂回落啦，就 Minimax 啦，跌到而家。即係其實就級級跌嘅，即係如果你話我哋睇翻 Minimax 一個大嘅走勢圖，兩個頂跌穿頸線，做個量度跌幅，好啦，橫行之後咧，跟住咧一嘢咧就懟穿咗咧650萬蚊，跟住再江河日下又一個長方形，跟住又再試新低。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一路都冇走，喂，而家講緊260幾蚊，即係你諗下係講緊成1330蚊，而家係冇咗一張金牛，再冇多一張紅衫魚喎，即係1330，而家得翻268蚊，所以都係嗰句高追，咁其實係好高風險，甚至乎即係都係我講嗰句啦，即係你抽唔到，我就算數啦。即係如果你話你要去高追，仲係升咗好多倍之後，咁而家又係嗰句啦，啲基石投資者。即係仲可能有利潤喺手嘅喎，就算而家跌到200幾蚊，喂，招股價計嘅話，佢仍然有唔錯嘅升幅喎。不過只不過係個股價已經差唔多打回原形啊，翻去個上市以嚟嘅最低嘅水平咁滯啦。講緊 Minimax，即係已經係由即係呢啲叫做起承轉合就玩完咁講啦嚇。咁但係如果你話唔係喎，你係基石投資者，咁佢仲有利潤喺手嘅喎，所以喺呢段時間嘅話，咁你再加埋一個咁大嘅配股嘅一個壓力咧，咁即係嗰個沽壓之大咧，就可想而知。咁我諗嗱，即係如果好短線嘅話咧，咁有幾樣嘢大家要留意嘅。首先第一就係話，如果佢已經係入咗去禁售期嘅階段，佢再配埋股，咁你就睇下佢個配股價守唔守得住啦。呢個就第一好關鍵啦。咁而第二咧就係話，如果未入禁售期嘅就嚟嘅。咁啊，肯定就受壓㗎啦。咁所以咧就即係大家都要真係睇住個表，即係睇住咩表咧？你咪睇下半年之前邊啲上市咯。咁就已經係幾識一目了然㗎啦。咁下一隻咁就好明顯啦，就係兆易創新啦。因為咧佢咧就係即係1月中旬上市，咁7月13號咧就係佢嘅即係股份禁售期。咁今日咧其實咧個別呢一類型嘅股份咧，其實都有一個即係幾龐大嘅沽壓㗎。譬如話講到隻3986兆易創新啦，咁佢都哇即係一嘢殺落嚟。琴日明彈完，今日又整棍大棍陰燭高開低走，即係懟翻落去條5天線嗰度，咁都反映得到就係話而家股份禁售期即將來臨嘅呢一個陰霾咧，繼續都會困擾住即係市場情緒咯。嗱，但係調翻轉講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從一個逆向思維去諗，啲資金如果你話真係從呢啲新股市場可以真係係啦，部分啲投資者攞翻啲即係套現翻啲錢咧，其實唔排除咧，可能佢哋要揾翻啲平嘢買嘅。即係話最簡單過去我一個星期都係推介嘅由 BATMXJ 開始，即係。當然啦，佢哋面對住好多唔同嘅問題，包括話市監局啊嗰啲，咁而家又好似暫過一段落啦嘛，因為阿爺話喂 OK 啦，我哋而家咧嗰啲內卷式嘅競爭咧就即係已經接近尾聲。喂，咁你咁樣講一講，阿美團同即係阿里巴巴即刻就即時咧就有個好急速即彈啦嚇。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即係而家呢一秒鐘反而就係話
一啲落後嘅一啲傳統有 PE 嘅估值低嘅一啲科技類嘅股份，可能就會反而係繼續會係受到即係呢一個投資者嘅未至於追捧啦，但係起碼都係博反彈，即係落後咁樣嗰種咁嘅狀態。而呢啲股份升咧，反而就帶咗個恆指上，所以調翻轉股份咁受期高峰咧，可能對個恆指係有利，只係對呢啲半新股係不利啫。係啦，咁啊，即係我哋見到咧，阿里巴巴啊呢啲咧就由低位反彈咗唔少上嚟嘅。或者其實你覺得即係而家投資者再去追翻阿里巴巴啊、美團啊、騰訊啊呢啲，仲可唔可以去買咧？嗱，當然啦，如果你話呢一秒鐘講阿里先啦嚇，咁可能去翻50天線都會第一個阻力，因為其實佢哋好多都同個恆指一樣，都係一個咁樣 V 型嘅反彈，其實都彈得幾急嘅。咁但係即係喺市監部消息未出之前咁碰巧啦，亦都可能巧合啦。咁我就咁啱就寫咗即係包括阿里在內同百度啊呢一啲即係 BATMXJ 嘅股份嘅。咁呢個消息出咗嚟之後咧，我諗即係對於佢嘅幫助都係幾明顯嘅。咁但係又係嗰句啦，即係如果你話彈翻去之前啲密集底，咁如果你以阿里嚟講117.5 118蚊咧，的而且確嗰度都係個少少阻力。咁我諗如果你話即係近期恒指咧就突破咗20天移動線，咁呢一紮嘅即係中流砥柱嘅科技類嘅股份，佢同樣地都突破咗20天線。咁所以咧，如果你話而家假如譬如我當由現在到7月尾，可能都會有啲反覆，而彈到25,000嘅過程裏邊都會波動的話咧，咁我就覺得可以用20天線咧就作為一個入市參考，因為佢突破咗落翻嚟呢度成為支持。咁所以咧調翻轉咧就下一次再落翻去20天移動線保利加通道中軸咧，可以就買翻咯。咁就算你話即係之前弱過弱煲嘅美團，咁都即係一洗頹風啦。咁而家佢20天線喺73.2，咁啊10天線今日更加升穿咗20天線，做咗黃金交叉。咁但係的而且確啦，彈到嚟100天線，而家就會有少少阻力。咁我會覺得咧即係彈得急嘅佢哋都。咁所以咧嚟緊下個星期嘅話咧，個策略可以用一個即係少少後低吸納咁樣嘅概念咧，我就覺得比較可取啲。係啦，即係睇出20天線，睇下可唔可以再撈翻呢啲舊，我哋叫咩啊？舊嘅科技股啊，傳統科技或者舊統即係舊科技股，即係講落去，即係有陣時我都會咁講嘅，但係講完啲好似怪怪地。係啦，傳統科技類嘅股份啊，係啦。咁啊另外咧，即係隻9888啦，百度嗰啲咧，相對就反彈力度強少少啊。呢啲又可唔可以再去諗下佢咧？定係都係20天線啊？睇住。係，其實百度咧都係我嘅推介啦。咁但係嗱，如果我哋當佢技術上即係而家一個 V 型彈，咁啱好咧，而家嚟到開始咧就補緊咧，就之前咧百度6月留低咗一個少少嘅即係下跌裂口，冇錯啦。咁呢個裂口位置咧，咁的而且確啦，就會係阻力會比較大少少。呢個都係即係個好容易理解嘅情況啦。咁所以而家即係去到即係補裂口嘅狀態咧，咁我諗就阻力會有啲嘅。咁但係咧話晒咧，即係佢個股價咧都好努力咁樣咧，咁咧而家呢一秒鐘咧就今日咧曾經一度咧上翻條牛熊分界線，但係最後咧都係無功而返啊。不過咁始終咧而家呢一啲弱勢嘅傳統科技類嘅股份咧，好多啊嚇都出咗個黃金交叉，而呢個黃金交叉就係10天線升穿20天線。咁喺我眼中咧，呢個技術上嘅指標咧都係相當之正面嘅。咁所以咧，如果出現咗呢一個即係短期嘅黃金交叉咧，最理想嘅狀態咧就係話大概去到20天線，你淨擺定個買盤喺度都 OK 嘅啦。即係譬如話以百度嚟講，咁我覺得110蚊咧就已經係一個守得住得嚟。如果落得翻接近呢個位，亦都係可以買翻轉頭嘅位置咯。咁所以咧就即係第一下即係彈得比較急嘅時間咧，即係嚟緊呢個星期或者會有即係少少即係獲利回吐嘅情況咧，都係有可能會發生。係啦，咁咧即係畢竟啦，即係港股都升咗唔少啦，咁可能下星期可能回翻少少，今日去翻20天線啦，就係俾機會大家去買啦。冇錯。好啦，咁啊另外咧，今日都想同阿積奇講下，但係全球都比較矚目啦，就係 SK 海力士。今晚啊，冇錯，就納斯達克。冇錯啦，就今晚咧就係 Nasdaq 嗰邊咧就上 ADR 啦，咁啊大家都係諗緊，喂咁啊香港嗰邊嘅2倍 ETF，咪可唔可以又追下佢咧？譬如嗰啲7709啊，定係喺美股買會好啲咧？你覺得？係咁嗱，今日咧就真係要即時咧同大家即係做個投資者教學啊嚇，咁啊即係唔係班門弄斧，不過我即係從事投資者教育工作都20多年，咁亦都而家教緊一個有持續進修基金資助資歷架構嘅投資課程。好多時候咧，
因為咧個別即係真係可以開名啦，因為SK Hynix 咧佢一路以嚟都冇 ADR，咁亦都講緊韓國個股票市場咧係嗰個入門咧嗰個唔係門檻高，係便捷度低，因為唔係好多券商可以直接買到韓股啦，但係其實係有嘅，香港係有券商可以好簡單咁互聯網平台都可以買到咧，就韓國股票，都係我唔會幫佢賣廣告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咁樣啦，當SK Hynix 係正式可以登錄到 ADR 嘅時間，同埋而家呢一隻南方嘅海力士嘅2倍槓桿 ETF， 即係究竟嘅關係係點咧？嗱，咁當然啦，即係即時咧就要同大家講一個好客觀嘅現實數據啫。嗱，今日呢一個SK Hynix 喺美股嘅時段咧，咁佢個股價咧，因為迎接住咧就係嚟緊今日就正式登陸納斯達克，佢股價咧係有升嘅，大概咧就220萬蚊左右度，即係大概升0.5%，因為而家佢係即係 outside regular trading hours 啦，都但係仲 trade 緊，咁總之有少少升幅啦。但係咧，我哋香港上市嘅7709咧，就已經係跌咗6.8%。嗱，你點計都計唔啱條數嘅，因為咧嗰隻咧。正股咧，人哋係升緊，呢隻 ETF 係2倍正向槓桿，佢係懟咗成7%落嚟。咁當然客觀嘅事實就係要話俾大家聽咧，就係第一樣嘢，大家一定要明白，其實2倍槓桿 ETF 咧根本唔係設計俾你去作為一個長線或者係一個長倉持有咁樣嘅狀態，因為任何2倍槓桿嘅 ETF 咧，其實都係適合短線投機炒賣嘅，即係我嘅。即係好簡單嘅表述就係1日起2日止3日係咁先㗎啦。個原因好簡單，就因為佢每日都係會模擬翻佢2倍嘅正向嘅回報，而喺個數學嘅理論基礎嚟講，佢每日都要重設呢個2倍嘅回報。所以好簡單嘅就係話，除非佢永遠都唔跌，一路直線上，咁你呢個潛在永遠複製2倍嘅回報咧，可能唔單止跟足，仲可能會多咗。但係如果佢股價反覆嘅話咧，咁其實你就會發現有個好明顯嘅追蹤誤差嘅效應出現，就因為佢每一次升完跌完又再升翻咧，佢每一次再重設2倍嘅一個追蹤嘅目標嘅時間咧，你就會係4個字，得不償失嘅。如果你睇錯，你會發現輸多咗；你睇啱，你會發現贏唔足，就係咁簡單㗎啦，冇得再複雜。咁再者啦，因為本身2倍嘅槓桿 ETF， 如果以呢隻嚟做例子，佢根本唔係揸住2倍嘅實股，佢係揸住一啲所謂 swap， 即係一啲掉期嘅合約嘅啫。咁所以簡單啲講咧，其實作為發行商，其實佢都有一定嘅成本嘅。嗱，但係呢個會反映喺佢嗰個最終年度嘅基金嘅開支嗰度，都係一個有限數，都唔係大問題。但最大嘅問題就係投資者咧，係完全當佢係好似賭場咁去熬咯，即係當係熬色仔咁樣啊！最關鍵嘅係大家買任何 ETF，無論有槓桿好冇槓桿好，其實你第一件事係要知道佢實際上嗰個喺當其時嘅每股嘅資產淨值究竟有幾多，即係所謂嘅 NAV。咁好簡單，如果你話突然之間有個好大日價啦，估問係咩原因啦？因為對沖嘅成本啦，因為市場嘅亢奮度啦，因為供求關係失衡啦。當然佢有好多個流通量提供者所謂莊家，但係總係會出現咗一個槓桿嘅情況。一旦出現呢個情況咧，咁其實最簡單嘅概念就係話，你處於一個好大嘅日價情況之下買咧，其實風險好高嘅，因為你除非真係可以喺保持住一個高日價嘅時間賣得出。咁你就起碼唔輸咗個日價，否則你輸個日價機會就好大嘅。咁所以咧呢段時間，尤其是咧波動性大咧，好多時候又跟唔足啦，甚至乎就調轉嚟行啦，都有呢啲情況。咁所以客觀嘅事實就係，因為2倍槓桿佢根本設計唔係俾你長揸嘅。咁所以如果大家問我一個好簡單問題就係，咁如果真係中意，咁應該買 ADR 定係買隻2倍槓桿？咁好肯定最標準必然正確嘅答案就係一定係買隻 ADS 嘅。咁因為佢今次咧喺美國上市咧，咁亦都有幾個好唔同嘅地方。就第一，今次講緊即係 Hynix 啦，SK Hynix 啦，佢喺美國係有籌集資金。而如果以即係 ADS 啦，即係 shares 啦，又或者 receipt 即係 ADR 都好啦，都係集資即係數一數二多噶啦。咁好啦，再者第二件事就係話，佢即係講緊 SK Hynix 咧，正式登陸咗美國市場之後咧，咁其實未來會有啲咁樣嘅憧憬啦。當然唔會咁快發生嘅。嗱，我舉個例，可能大家都會好留意一個指標，就係呢一個叫做費城半導體指數。咁啊，呢一個嘅
指標咧，咁其實就係投資者都好熱愛嘅，因為有好多嘅半導體股都喺個指標度啦。咁包括大家亦都好熟悉嘅台積電啦都係呢個指標嘅。咁亦都因為佢今次咧係登陸呢一個即係納斯達克啦，有別於台積電啦。咁佢咧登陸納斯達克就仲有另外一個好處，就係再長遠啲嚟講，係啦，冇錯啊，輝就係話我哋可以憧憬住就係話，如果以佢嘅市值，喂，大佬萬億美元俱樂部嚟嘅噃，咁雖然就算而家佢喺美國上市咧，我哋可能即係淨係會計佢美國上市一部分，冇咁大。但係點講都好，你話喂，會唔會有機會納入到Nasdaq 旗下嘅一啲指數，包括最終極嘅就係納斯達克100指數？喂，因為如果入到去 SOX 或者入到去 Nasdaq 100。真係啲指數基金被動嚟買咧，嗰度真係好多錢，所以我覺得 SK Hynix 今次上 ADS 即係去美股上市，同埋再係喺納斯達克交易所度上咧，我覺得係非常之聰明嘅。嗱，當然喺過去佢嘅升浪200萬喎，300萬喎，好勁，好勁，唔係技術反映晒淋漓盡致呢個預期同憧憬㗎啦。咁所以你會發現到一個即係幾明顯嘅情況，就係話當呢一個即係過去佢嘅升浪其實都反映緊呢個預期，咁所以到現在，喂上咯喎，今晚咁樣但係佢隻正股咧都係升得個雞碎咁多啫。咁如果你話當220萬蚊先啦，咁距離300萬蚊，喂其實都仲爭好遠。諗下300萬跌到200萬先至反彈，其實高位計咧都冇咗成1/3咁多。咁所以可想而知就係話點解喂我哋香港嗰啲人工智能硬件嘅股份，即係無論你話做機體嘅，做GPU 嘅人工智能大語言模型 LLM 嘅，喂。人哋呢隻係全球即係所謂市場份額做呢一個高頻寬嘅機體係最大啊，大佬佢係最大啊，佢同埋即係 HBM 同 NAND， 咁佢高位都可以回咁多個時間，咁你香港上市嗰啲梗係回突啦，呢隻係賺緊好多錢㗎啦，已經係唔係嗰啲仲係炒緊概念啊，唔係嗰啲仲係講緊市銷率啊嗰啲啊，咁所以即係當佢都要回咁多嘅時間，我就覺得調翻轉，即係你話喂回翻落嚟。其實越接近200萬蚊咧，我真心講，我覺得係買翻轉頭嘅時機嚟嘅。咁其實我自己咧，即係之前當然未去到300萬蚊啦，咁我已經走晒啦，忍唔住咧覺得太亢奮啦，即係覺得冇理由就唔走㗎。咁終於又有機會咧買翻些少啦。咁呢個都係我即係個人分享下嘅操作。即係高位走咗，咁終於咧回翻落嚟呢一轉咧都買翻少少。咁但係我又會覺得咧，可能大家要睇長線少少啦，因為咧即係如果你話純粹講話。喺 Nasdaq 上市，喂，因為人所共知㗎啦，大家都知啦，好消息獲利回到反高潮，而家咪反緊高潮咯。咁所以就客觀嘅事實就係，如果你話喂而家嚟講，真係慢慢收集，既然佢都上得 ADR 簡單好多啦，咁我覺得係 OK 嘅，因為幾體嘅市場，我覺得未話去即係方興未艾嘅，即係都未話去到爆煲嘅，因為。啲訂單仲係好勁，但係由之前 Meta 話俾大家聽，算力太多可以出租出嚟，其實都係一個少少嘅警號嚟，即係話俾大家聽，啲大型嘅科技企業嗰啲 Megascaler 未必再會好似之前咁，係瘋狂咁樣係繼續係無序咁樣完全不問價咁樣去搶 GPU 買 HBM 係跟住繼續。係咁瘋狂咁去興建算力咯嘅中心咯，咁所以簡單一句，我就覺得係趁佢都有個大調整嘅之後，咁就收集下咯。但係如果你話喂純粹短期投機炒賣，咁我覺得唔係話冇得彈，但係唔好諗住佢會升得翻上之前呢個位，暫時個頂可能就短期嘅頂係見咗都唔出奇嘅。無論佢又好，三星又好，或者其他啲即係半導體股。咁當然琴晚咧Micron 又升翻啲啦，因為又講緊話加大咗即係美國嘅投資啦。咁同埋仲有就係、始終 SK Hynix 咧，即係如果要俾即係 Samsung 同埋俾 Micron，咁佢個估值尤其是比 Micron 都即係將平啲嘅，咁同埋而家你美國嗰邊都有7倍超額認購，咁我諗都大家都幾雀躍嘅，咁但係佢唔會好似 SpaceX 咁話3排2撥到入到納指100，即係要啲時間咯。係啦，咁即係大家密切留意住今日今晚美國嗰邊啦，即係 SK Hynix 啦，即係又幾熱鬧嘅，即係 SpaceX 上完冇耐又到佢，係啦。係好熱鬧嘅，我覺得睇下佢個股價，睇下啲報道啊，咁都係一件幾即係幾好睇嘅事嚟啊！好似世界盃咁好睇嘅。不過咧，大家都要留意下，因為韓國政府嗰邊咧，即係都喺度諗緊。出晒聲啊！最憎呢2倍槓桿啊！係啦，就係要睇下，喂，會唔會有啲風險喺度咧？即係因為韓國咧曾經都試過。
即係應該啲槓桿太大啦，導致個股市爆煲啦，咁啊令到成個國家嘅經濟咧就陷入一個危機啊！曾經都試過嘅，所以佢哋都喺度討論緊要唔要解決下個槓桿嘅問題咧，即係會唔會影響到Hilux 個走勢？好啦，咁啊今集時間就差唔多啦，好多謝 Dicky 同埋分析大市嘅走勢同埋解答觀眾嘅問題。Dicky，我哋下星期五再見。下星期，Thank you，拜拜。